伫花莲的凤林乡一个买80岁的负责人，因为去老尾顶检查处顶刷条咧内底无度离开，加在有警察人员来协助。因那伫宜兰的三星乡，因为透风落雨有淹水的灾情，消防人员是用树林牌啊协助11个民众来撤离。救援人员出动树林艇，把掉伫遐的民众救出来。抗热风台内是透风落雨，宜兰三星青州二路淹水真严重，水淹甲骹肚真正悬，规个看起哪像规片湖。现场是风头雨嘛头，看了互感觉真惊。几啊大民家厝嘛发生淹水的灾情，经消接到通报了后，赶紧派卡手，拢总撤离11个人，包括3个80几岁济岁人，甲3个细汉囡仔。一个欧巴桑总算会当为楼顶买落来，而且一直甲遮来甲伊斗相共警察说多谢。因为抗热风台来，住伫花莲凤林乡一个80几岁姓郑的欧巴桑，因为厝内漏水，转去楼尾顶看，结果铁门去互风扇一个转卡掉咧。伊掉伫楼尾顶要2点钟，因翁婿伫厝内有发现无啥对动，不过行动阁无方便，所以报案请警方斗相共。年近8旬中姓妇人因康瑞台风来袭，自家中漏水。前往顶楼查看时，无料风雨过大，顶楼铁门被强风吹上，反遭反手无碍。副所长饶君生及相关员警迅速赶赴现场，并与消防人员共同努力，以强制力破坏门框，协助妇人脱困。雨势就无歇困，溪水嘛变甲真掣流。花莲秀林乡的三站溪，因为风台雨，溪水规个涨起来，水淹来甲车路。桥脚的溪水是真掣流。花莲大桥拜四下晡已经成封起来，不过到尾仔嘛，沿了迄边的水位还是真悬，暗时啊要是持续封起来，无法度通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